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立法院的临时会今日结束，要并国民法官罚3读。早暗时继续开会开规暝，目前也在表决。上新的消息是，已经完成2读啊，要继续并3读。 了解结果，出席70人，赞成3人，反对51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我们不通过。国民法官法无当天表决大战，为20继续到22透早，因为中央意见无同，各党团拢有各自提出的版本，加上每一条文各党团发言时间113条文。我们今天花了整2个整天的时间，24小时不断电，持续的在讨论。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要凸显，是让全国人民看到，目前我们修正的这个国民审判法，到底我们想要改变的主张是什么？目前1读通过条文，除了改名为国民法官法，国民法官选任资格是年满13岁，而且伫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大满4个月以上中华民国国民加国民参审适用范围是本刑10年以上的案件之外，也通过认定被告有罪关键条文，规定已包含6位。 国民法官甲3位法官双方意见在内，达过半数意见决定。按过施行可处需要2/3以上同意，也通过国民法官执行职务期间要有公假这法规。因为今日是立法院临时议会最后一天，虽然国民党昨回评民进党过去全力支持陪审制，今晚煞反对陪审制，根本就是诈骗集团。按过民进党人数优势，要拼今日中昼完成3读。记者综合报道。 昨昏是香港反送中元朗721事件1周年，大批香港人用无同款的方式出来抗议。香港警方嘛用违反限制集会令掠几个抗争者，到昨暗11点，计共有96个人互掠去。 伫上场封锁线头前，请声香港警察唔通黑白掠人。香港立法会机关可地方避疫涉嫌阻车办公避领。7月1日是香港反送中元朗被疫情无差别暴力袭击事件1周年，真侪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抗议。I think it's just important to keep on showing resistance and showing that, like, the protests aren't going to stop just because they enforce these harsher laws, and that. 本满1年前，港铁元朗站穿白衫的人无差别拍反送中示威者、记者甲市民，互45人受伤，5人重伤。警方煞态度消极，调查将近8个月，只有掠37人拢无变化。当日暗时，也伫元朗受伤的立法会议员임道庭，联合几名伤者开记者会控诉，不过现场煞被8名警力包围。如果1年前嘅721，警方派 現在嘅警力1/10，就唔會發生721事件。721事件被認為是香港真濟市民無信任警方的開始。過1年，有關無法度解除記錄，而港警以違反限聚令為理由，繼續掠抗爭者。香港到21飯店，新增加61家確診個案，其中58家是本土病例，總共目前已經超過2000家。持續煽動市民上街進行非法集結，疫情擴散風險明顯加劇。 反對派為咗一己政治私利，漠視香港市民生命安危，無視香港抗疫大局嘅卑鄙行徑，毫無人性，令人憤慨。連續2天確診個案數字攏較落來，不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德軍認為，今派以一天確診數來決定疫情好壞，伊也呼籲市民除非出現病徵，若無唔通做病毒檢測，則會加重醫療系統甲化驗室嘅負擔。記者綜合報道。 世界向前，咱做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蘋果日報》。台北股市昨昏大起223點，收佇12397點，創下30年來的新高。其中台積電表現了上好，股票的價值上懸起到387塊，市值衝破10兆，嘛互台積電成做全世界第12大間的公司。來看《自由時報》。 英國嘅牛津市議會20通過要甲咱台灣嘅城市結姊妹仔市嘅提案，外交部是表示歡迎。目前台南、台中、新竹攏有表達意願，無論是倒一個城市有爭取到，攏會是頭一個甲英國建立關係嘅城市。來看《中國時報》，美國嘅眾議院20以336票贊成，71票反對，通過美國政府甲美國嘅國會公務手機啊，袂使到中國 APP 抖音。 央國抖音顛倒宣布講，未來3冬要佇美國加請1萬個員工。
沙培县是四甲大已经一礼拜啊，啊，毋过有出现真侪问题。有风声讲有诶是破气，有诶是点头讲去收着假的。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有诶拢是假消息，毋通信。另外，新北市诶警方即马嘛有抓到一件沙培县诶诈骗案，民众小贪想要用2500块去买价值3000块诶沙培县，结果钱花出去了后，煞无消无息。民众伫咧柜台头前点收沙培县的数量，沙培县7月15正式开始，要求大厅的人是自家考出，本沙培县原本是要鼓励民众消费，所以有不法集团趁机会来骗人。新北市三甲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在伫咧面册看到有人用2500块买沙培县，就是讲扣着赎回，一届就买4份，想袂到付1万块了后，煞安怎拢找袂到这个买的人，发现去用骗，才来报警。我们刑事局统计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件说民众这个3倍券已经被诈骗了，财损金额从2000块到1万块不等。伫咧新北市3点埔的港一角，嘛有民众伫咧人面册顶管，去互共款的诈骗手法骗2000块的新台票。啊，若是2警方去接到报案，有一个细汉的查甫人，透过朋友熟识一个网友，就是要介绍新工课予伊，就甲健保卡交出去，结果工课无找到，要去领沙培县的时阵，发现去用偷领。这3件都是以诈欺来报案，所以我们都会以诈欺罪来移送。沙培县出状况，佮毋拿诈骗即寡代志，顶日才团组有民众拄超商领倒来沙培县，有2张500块的抓本券，破甲真厉害，其中1张个连编号拢无，而且佮有台南市机关指控，市面上已经有假券伫咧流通，佮讲有民众摕去银行买换，才发现讲是摕到假，啊，毋过行政院长反报告，这拢是假消息。7月24号才开始，商家可以去兑领，所以根本都还没有开始兑领，希望民众不要被谣言迷惑。苏贞昌表示，沙培县的风声四界拢有，民众唔通黑白相信。强调警方无接到收到假的报案，银行嘛还未开始换钱，另外嘛伫咧面册打1张搁1张的相片，要来破解网络顶悬的不实谣言。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比昨昏也搁较稳定。咱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吹东南风偏南风，会知影这方面的东南部有地渐阵雨。过头了后，伫中南部外山区的平地，也有各地山区有西北风，嘛会细致向上大雨。今仔日天气赶快小热，尤其是台北市南投的山区甲好谷，高温拢会降到38度。另外，伫金门、马祖到大蒙会影响能见度，北部的空气品质是感觉式的级数，啊，若过头了后，伫中部、高雄、屏东空气品质嘛有可能会是感觉式的级数。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天狗日的病例，是一个住伫桃园的查甫人，伊最近并无出国，疾管署无排除社区内底有稳性的感染源，卫生单位已经先去做消毒。30多岁住伫桃园的男性，确诊天狗日了后，卫生局人员就随派人去伊住的所在，伫4个位进行除药啊消毒的作业。这个查甫最近无出国，伊伫这个月19头一届发烧去诊所看病，19个发烧去诊所，因为皮肤起疹，当工互转诊区域病医急诊，发现白血球甲血小板的数值伤低，结果互转去医学中心的急诊了后，才确定确诊。经过采集检体送验之后，在7月21号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判为登革热的确诊个案。这是今年台湾第一件本土天狗日的病例，疾管署追踪个案的卡热。初步掌握伊平常时活动的地点拢伫咧桃园，嘛捌去台北中山区来办公。疾管署分析，因为桃园算是国境的大门，初步判断社区当中可能有症状不明显的感染者，要进一步调查感染源。桃园这个属于这个国境大门啊，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外籍的旅客还有国人进出。桃园市温局在住家附近做紧急化学防治，还有接触者调查跟扩大采检。疾管署分析，因为目前台湾限制外籍人士入境，还有边境严格管理，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敢若56例境外移入的天狗日病例，4、5年以来上低，所以今年确诊才会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日的个案，嘛是这3年以来上晚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当地做大水，长江、淮河、黄河拢已经进崩啊！目前第2顺的大水继续在影响当地，淮河甲黄河嘛发出大水的红色警示。13个闸孔全部都已经是开闸放水蓄洪了。中国长江2020年第2号的大水持续冲击长江的沿岸，嘛，互伫安徽的王家坝
因为淮河的水位超过警戒，过13年了后，搁一届开闸门排水，也若水流去有20万农民住的安徽省蒙瓦特洪区，当地政府撤离2017个人，不过王家坝的水位敢若降30公分，比原本按算的搁较少。本来他们预期整个这个水位的下降可能会更快一些，会达到50-6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根据他们的分析呢，可能是因为上游的来水还是在持续的增加。河南省委书记王国兴去信用市慰问，强调政府坚持人民甲性命排第一。中国最近受到长江大水的影响，大水河到达已经落40公，雨是愈来愈大，而且锁对北平去。毋若长江、黄河、淮河嘛得咧发出大水的警报。中国气象局表示，目前警报范围上大的，也是中国第一大河潘阳河，全中国拢总有92条河进入警戒，内底有12条超过历史记录，情形是真严重。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12条河流是超过了历史记录。江西省风险抗旱指挥部表示，大水已经造成700多万人受灾。一个警察看到故乡在受难，主动请示对抗大水灾情。9家正在遭受洪涝灾害。身为一名军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上到一线。真邦的青江河引发大规模的水崩山，湖北省温溪市屯堡乡马家村沙坝因为土石流形成一个大湖，为空翕机的角度会当看到庄仔头是伤痕累累，爆发随时拢有放弃的风险，几啊位的车路已经闭去，互人看了会惊。也若居民嘛，互要求讲，爱先做好撤离的准备。地面裂开的程度，一天要多裂开一个拳头那么宽。对对对。另外，湖南几个所在落大水雨，伫咧张家界的丽水水位是汹汹涨起来，200多公尺长的临时施工便桥，规个冲歹去，好佳在无人受伤或者是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在增加。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是455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20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较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00万例，巴西超过211万例，印度超过115万例，俄罗斯是有78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1万例，英国超过29万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因为疫情的关系，欧盟的经济大衰退。27国的头人经过90点钟的高峰会，有达成共识，通过金额7500亿欧元、超过25条新台票的振兴方案。不过谈判过程无啥顺利，德国的总理梅克尔捌生气离开，那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嘛捌转倒啊。经过连续4天90点钟的马拉松会议了后，欧盟27国领袖总算伫21透早5点外达成历史性的经济振兴方案。主导谈判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心情真好，笑眯眯。Non seulement était l'un des sommets les plus longs de l'histoire, peut-être le plus long, ce qui est un succès d'autant plus important après plusieurs mois où nous ne sommes pas réunis physiquement, mais surtout et avant toute chose un sommet dont les conclusions sont véritablement historiques. 这场欧盟谈判因公是史上上火爆，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德国总理梅克尔形成强大联名，力抗以尼德兰也就是荷兰为首，包括奥地利、瑞典、丹麦甲芬兰为纾困设定条件的国家。这5国要求受纾困国家爱符合法治这要求，被称为针对强行领导的匈牙利甲波兰，互2国表示未合决。英国媒体报道，谈判过程中，马克宏目前生气转倒啊。佮呛声奥地利总理库尔兹，也佮考试尼德兰总理的行为，亲像英国首相卡麦隆。梅克尔也捌感觉真无奈离席，气氛是真紧张。Wir haben damit die Weichen für die finanziellen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für die nächsten 7 Jahre gestellt und gleichzeitig eine Antwort auf die größte Krise seit Besteh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gegeben in Form des Wiederaufbaufonds. 不过最后也是达成共识，德法当期将不免行的补助金为5000亿欧元降到3900亿欧元，也互纾困有一个限制。In fact, it's the first time in European history that our budget will be clearly linked to
our climate objective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respect for rule of law is a decisive criteria for budget spending. 为对抗欧盟上大经济衰退，欧盟要成立7500亿欧元、超过25条新台票的进行基金，帮助受疫情打击的相关国渡过难关。其中3900亿欧元唔免钱的补助金，约有3600亿欧元的激励贷款。未来基金的使用，相关国应提出建议。欧洲理事会会伫3个月内以多数决做出判定，也就是无政府国家应对基金的应用提出否决权。所以这项纾困计划要搁由欧洲议会通过，搁经过每一个成员国批准，才能正式开始。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韩，疫情的时代要拼经济，南韩的政府进前有发现金，即马是送假要互民众休困。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宣布讲，8月17、8以即天，全国要休困1天，加上拜6礼拜，安尼就会使连续休3天，要互全国的民众心情会当放轻松，嘛鼓励大家出门去开钱。南韩民众下个月会加出一个年假，政府要为了长时间抗疫医护人员甲民众，加上要刺激消费。礼拜二宣布8月17、礼拜1为临时假日，加上周末民众应连休3天。 방역현장을 지켜야 하는 분들, 연휴 없이 일해야 하는 분들, 공장문과 상점문을 닫을 수 없는 분들에 대한 연대와 배려의 마음 또한 잊지 않는 공휴일이 되었으면 합니다. 南韩定临时假日唔是第一摆，2015年爆发 MERS 的时阵定过临时假日，当时产生10亿美金，将近300亿新台币的经济效益。这摆新冠病毒疫情各重创经济，政府各推出年假手段振兴经济，有计带来35亿美金，差不多7亿新台币的经济效益。南韩目前有关加境外移植病例混战，不过本土病例最近2礼拜登好真济，加速疫情中心的首都圈也伫20开放19个基本电现场所。 In the early stages, facilities should limit the number of visitors, introduce an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visitors are asked to wear face masks. We'll allow more visitors in faces. 这月文场所已经关过5月，真无简单开馆，要严格防疫措施，博物馆人数限制伫3成，剧院限制伫5成。政府希望防疫以外，民众生活也慢慢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那日本政府是推出叫人去佚佗的旅游振兴方案，也毋过因为东京的疫情即马变严重，所以临时临要决定讲，即个方案无包括东京。那已经注文好势，钱拢纳去啊，要安怎？因为起头讲无法度补偿，才引起民众的不满。 日本经济遭到新冠病毒疫情的打击，观光业真歹。日本政府拟定要在8月上旬推出国内旅游振兴方案 ，Go to Travel。查查经过内阁会议，宣布提前到这个月2日实施。不过，当今疫情对初9到16短8天，确诊患者将近1600人，平均一天将近200人。后内阁决定国内旅行的振兴方案排除东京，并且无打算要补偿民众，因此取消旅游的手续费，引起民怨。即阵搁再宣布改变做。 キャンセル料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の十分な周知がなされなかったと判断をいたしまして、キャンセル料を支払わないで良いこととし、その旨を旅行業者等に徹底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す。 民众无需要支付取消旅游的手续费，若是已经付钱啊，旅行社必须退钱给民众。在统计损失了后，通报国家单位由政府来补偿负担相关的费用。而这款的方案也只是7月初3到17有约报名旅游行程的民众才会用的。 除了观光业、航空业营收也大大受到影响。日本航空预估要恢复原本营收，干那国内线要用1年的时间，国际线要3、4年。所以建议除了部分亲像是机長的職務以外，明年會請新的工作人員。今新入社員がそこに入っていただいてもですね、仕事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新しく社員を採用するっていうのは難しいと。 即阵日本疫情状况严重，到2月透早0点为止，因为疫情死亡患者总计超过1000人。各地包含京都市立病院、公山的陪酒餐饮店头，几乎商业高中、千叶的高龄照护设施拢陆续发生互相小微感染，也互政府烦恼。第2要开放的国内旅游振兴活动，可能会加速疫情来摊开。
记者综合报道。德国发生少年家伫街仔路开 party， 结果变做拍警察的案件，有3000多人去参加名号做病毒拍的集会，警方去到位去现场阻挡，说互证人拍，警方嘛当场掠39个惹事的人。闹事少年人向警方拼管啊，也有人拼粪扫桶，顶幕警察路顶开抓人行动。将39人带回警局。这事件发生在德国中西部大城法兰克福。自从当地酒吧甲夜店因为疫情暂停营业了后，这歌剧院广场就成做 party 的情形场所。警方表示，礼拜二透早这广场有3000人开所谓的病毒趴。后来有人开始闹事，警方赶到现场协助一名受伤倒地18人，阻止相拍事件时阵向被攻击。Ich möchte zunächst erstmal feststellen, dass wir als Stadt Frankfurt die Vorfälle in der Nacht von Samstag auf Sonntag verurteilen. Wir verurteilen insbesondere die feigen Übergriffe auf unsere Polizei. 警方表示，被掠39人大部分有移民背景，拢是20岁左右的少年人，除了一名女性以外，其他拢是男性。Es handelt sich Personen, die überwiegend im Alter zwischen 17 und 23 Jahren sind. Die 39 haben überwiegend Migrationshintergrund, aus verschiedenen Ländern herkommend. Es gibt da keinen Schwerpunkt. Das reicht von Syrien, Afghanistan, Türkei bis rüber nach Spanien und Marokko. 代志发生了后，医院当局下令歌剧院广场礼拜5甲礼拜6半暝禁止进入，同时无排除将违规的个人赶出城。事实上，顶个月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也发生同款的事件。警方为查缉贩毒案件，调查地点半暝伫街路的少年人，竟然真做大乱斗，这人抢劫店头攻击警车，造成10多名警察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的新敦南军官去为着武汉肺炎，所以环太平洋的军演嘛延后。另外，受疫情影响，诺贝尔奖今年会取消12月份的宴会，这嘛是1956年到打头一摆取消。南韩的自来水7月份的时发现水中有糖，南韩的政府要求去查全国400多间净水厂，发现其中有6间拢有问题。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的国安部对研发武汉肺炎预防剂公司发动骇客攻击，要偷摕商业机密，已经起诉2个中国人。来关心巴拉圭驻台湾大使是证实讲，中国捌对因施压，要求因甲中国建交，也毋过巴拉圭的总统拒绝。咱外交部讲，咱台湾甲巴拉圭伊要建交庆祝63周年，所以伫今年，咱会向巴拉圭交关进口2万吨的牛肉。巴拉圭驻台大使博马绍出现伫咧立法院，甲台湾外交部处长周立杰，佮有几个立委做伙比赞，象征着好情谊。立法院21成立中华民国甲巴拉圭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博马绍证实讲，中国捌甲巴拉圭施压，要求甲台湾断交。Pero como dice el presidente Audo, nosotros tenemos un solo amigo, que es Taiwán. Entonces, él dice no. Nosotros no vamos a romper relación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台湾甲巴拉圭的关系一直受到中国的挑战。台湾3月份捌透过境外采购，捐10万袋喙罨予巴拉圭。迄当阵捌因为国内喙罨欠货引起争议，中国就趁这个机会，甲巴拉圭下手讲台湾不爱捐，中国愿意捐喙罨的手段，想要甲巴拉圭扣互我。另外，4月份台湾阁捐第2批28万袋喙罨送去巴拉圭。因的卫生部长阁发文感谢台湾。外交部也跟民间、跟我们的政府一起努力，来巩固我们在南美洲最重要的滩头堡。今年我们预计能够跟巴拉圭进口达到2万公吨的牛肉，将近1亿美金。那这跟5年前比起来，已经超过了10倍。台湾甲巴拉圭目前已经建交63年，巴拉圭目前有台商甲侨胞，拢总4000多人。即届成立中华民国甲巴拉圭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也就是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表示，台商台侨透过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馆、甲驻东风市领事馆，捐物资关怀当地弱势族群，建立双方的民间情谊，未来嘛会增加两边的互动，来维持两国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陆军官校厝尾顶，去年时租予人按太阳能板，委托施工的公司是永兴能源这间公司。不过这间公司是中国华为的代理商，其中有一寡零件嘛要接去网络，所以全互民众检举，烦恼军方的资料会互中国偷摕去。伫高雄陆军官校中正堂的红厝顶，政府推行绿能的政策，按算伫咧顶悬装太阳能板。不过，即马煞去互民众检举，承包商是中国华为的代理商，其中的逆变器就是使用华为的产品，因为有连起网络的功能，恐惊会有漏泄国防机密的危险。目前尚未进到这个官校来施工，招标的契约里面就按照国防部的一个资讯安全管制的规范，不得使用大陆地区的产品。设置之前，他要把他的产品设置的清单交由本校做审核。那本校会组成专案的这个审核的小组。陆军官校解释，去年7月30日签约了后，标着的厂商先用能源公司转包予永兴能源公司来接，照合约的内容，标着的厂商爱伫咧500天以内，也就是11月20日进前完成3000 kWp 的设置，就袂违反合约。不过，即马也未施工，学校嘛依目前治安的规范，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我们公司是华为代理商，但是我们并不是100%都要用华为的东西，选择权还是在我们身上。但因为从头到尾我们都知道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在产品的选用上都是用台湾品牌台达电。厂商表示，这个标案涉及军方机构，绝对袂当采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也若引起争议的逆变器，是会当甲太阳能所吸收的直流电转换做交流电，因为有连起网络的功能，便若中国的海客入侵，就会当影响到电力的供应。国防部嘛强调讲，伫咧面对相关采购的合约，拢会以台湾厂商优先做考虑，嘛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袂引发治安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宝岛，伫即个宝岛顶悬有7成的面积拢是山甲森林。去年行政院发出开放山林的口号，要甲爬山的自由还予人民。也毋过不时拢会传出有山难，因爬到落尾就要拍官司要求国赔。到底爱安怎做较好？咱来看公司台记者采访报道。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台湾的山区四界人潮拢是叉，连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嘉明湖、4颗里营地嘛拢大天毒。登山的人潮变多，近来嘛发生袂少山陷的事故。甲因过一出代志，就禁止入去的管制模式无共款。行政院去年10月宣示山林开放政策，就是要让台湾的山林真正改严。人民感觉政府并没有让人民方便进山。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山是大家的，山是台湾的，我们要向山致敬。台湾的山200多年来拢是禁区。过去清朝日本时代，统治者为着防止原住民和汉人冲突，设土牛沟亦用线封山。国民政府戒严时期，佮考虑到国家安全、保密防谍的需求，管制山穴。即马亦用线已经变作是观光的景点。台湾的山林管理伫咧张博伟山南国赔事件了后，各县市政府今个国赔拢来设定山的自治条例，即嘛引起真侪山友的批评。台中开始，今仔南投讲地咧，花莲地咧，我早我批评过讲，全部咧思考用规个国家的迄个环境来思考，毋是讲敢用一个单一一个地方政府迄种观念来做，安尼都毋对啊。为着实现开放山林，中央修法摕掉国家赔偿法的责任。事先有甲你警告，当场嘛可能有警告，还是网络上有甲你警告，我真危险，你也家己注意。安尼吼，这个公务员都无这个管理上的爱赔偿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以前唔敢开放的林道，咱即马开放。中央开放山林地方要安怎管，变作是一个大难题。究竟新马新任山头真侪县市，通常财政无法度负担所求的成本，需要中央来支援。伊爱救，摕伊无遮经费啊，所以伊即马去死抱着迄个自治条例、消防署，就一直甲地方政府咧沟通啦。即马比如讲南投啦、台中啦、苗栗，甲即马也无反应，其他的县市拢有已经着手，在开始修改这个
条例。山林开放的政策，甲台湾山的大门开开，甲登山的自由交登去给人民。从政府的这一端去做开放，设法去松动所谓的妈宝的，或者大家喜欢讲巨婴这件事情，那当然是很正向的。那再来就是会看我们的民众的这边是怎么给予回应这样子。而且向山向海，之前这种共款的，鼓励咱的国民明知迄有风险，想办法去克服遐风险，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啦。这是其实是咱祖先的精神。这条要行登去山林的路，才拄拄啊开始尔，真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搁来处理。走入山林是甲咱冒险的精神找回来，也是甲人的问题颠倒引入去山里，代替咱继续关注。记者尤伟珍、张玉水、林坤明，台北台东报道。咱的山真水，伫合欢山去年嘛有摕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成做咱台湾第一座暗空公园。不过最近因为国内旅游是真热，害合欢山到暗时嘛拢是人。本地真清幽的暗空公园，即摆见摆到假日就若亲像夜车共款，车真济，民众有车顶嘛有手电，安尼恐惊会影响暗空公园的资格。一台的车开过山路来到合欢山顶，疫情确定了后，真侪民众趁假日来到山顶行行看夜景，只是无想到人真多，游客车顶甲手电才光源，也真做光害一部分，互合欢山暗空公园的推动者烦恼管理品质下降。这个是一个环境保护区，光害必须要被受管制。那你到这个地区呢，必须要有关系礼仪的部分。合欢山是台湾头一座暗空公园，依照国际暗空协会规定，每年定期爱提高夜空观测品质，定期检量者的报告书复检。这款的状况若是继续落去，就惊影响今年的审查。它的亮度呢是一下子有影响，一下子没影响。这些数据如果都被那个在太空中的这个人造卫星所收集到，那它就会让我们的平等往下修。合欢山光害来源主要是路顶甲观光业者灯火，所以南投县政府甲路顶加灯道。清境观光协会也推动关灯火公约，不过要让全民斗阵重视光害问题，学者建议应该制定法规。我相信台湾人不会认为韩国比我们进步多少嘛，但是他们都起码开始在定，那台湾连基本的法都没有定，更不要谈将来怎么再去修改，往更正确的方向去修改。总要踏出第一步啦。政府甲民间团体合力推动暗空公园，是希望互民众良好的观测环境。所以个者甲学者专家也呼吁游客，应互相影响看到，共同为一片美丽星空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热翕翕的天气，绿建筑敢无法度对抗呢？亲像讲摕到旋石级绿建筑认证的苗栗火车头，就强调讲，伊是拢靠自然的光线，嘛有通风的设计。不过即马遮尔热，民众认为伫内底嘛是有够热。或者是认为讲，外口若伤热，这绿建筑降低温度的效果是有限，所以嘛是爱靠冷气斗相共。油灯火的形体，甲真特殊的建筑风格。苗栗火车头看起来是真水，不过日头是真炎。下晡3点，外口的气温都有35.9度，入去车头内底，温度是降悬到36度1。对要坐车的民众来讲，袂输入去航路内底同款。就闷闷的，没有通风。整个是密闭的吧，然后这里有一点透风。真侪民众坐伫个玻璃边啊，加减想要吹一时啊风，不过车头卖票的所在，测到的温度甲外口差无偌济。也若下站大厅，原本设置透明玻璃看风景的平台，温度嘛差不多有35度1，因为日头直接照落来，阁无够通风，想要踮伫内底的民众是真少。绿建筑，我根本不 care 啊，因为台湾就太热了，30几度又潮湿，所以基本上待在这种环境，任谁感觉都不好。售票设备好，还有监视设备都是需要冷气来降温的，所以我们才会有双色冷气，不然其他的地方大概都是用绿建筑通风的方式。苗栗火车头是伫咧2012年10月份启用的，主要用绿建筑的设计，除了光线真饱，壁也阁有通风的空，互空气会当自然流通。2014年摕到上关级，也就是旋石级绿建筑标章的认证。即马说互民众嫌热，学者表示，因为极端的气候甲热源伤济，互建筑物真恶降温。是用这个色板玻璃，让它的那个热辐射进到室内的这个少一点，这当然是有效。
像花莲车头，同款是以绿建筑的方式起的，嘛互投诉讲伤过热，按算伫咧7月底会甲冷气安好好势。咱若苗栗火车头，目前是加装天棚的电风，不过效果也是有限。专家认为讲，应该爱甲热源计互开，佮加上适当的空调，做伙落去做，才会当解决伤过热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有人爱啉澳桥。在屏东的高树乡有一个种爱国的农民，号做曲美芳。10当前，伊退休了后，甲大官是斗种斗花。即马毋但找出适合本地种的品种，而且嘛成功创造出家己的品牌。皮上面的水分干一些，它就会比较软。比较皱皱的这样哈，我们就可以翻。冰冰的指甲花拍伫头的时，就搁爱细致，莫去拍着指，才袂去破坏指甲的营养分。曲美芳讲出种指甲的点点滴滴，这拢是伊这10年来累积的经验。对曲美芳行入去，伊的大官伫咧屏东县高树乡的指甲园，会使看到指甲发甲白啊白白。虽然讲园区是伫咧平地，天气真烧热，不过曲美芳种出来的指甲品质袂输乎伫咧山顶种的。因为红酒这个品种，它的果胶比较多，比较好。外面有些好像你们洗起来都没有什么果胶，因为爱玉300多种，所以有些它的品种，它的那个果胶就没有很好。找到红酒这种价值丰富的指甲品种，曲美芳讲，这拢是因为有大官陈新丁当年的经验做基础，伊才通深入了解指甲成长的过程。这芳啊，入去讲的也生芳啊，入去买的生澳摇。8分大的指甲园，毋但有过去陈新丁拍拼的卡价，也有新妇曲美芳用心经营的成果。这阵指甲种出来，毋但价值多，品质好，一年的产量也稳定，会当生产500斤到1000斤，已经真做是侪人退火饮料的头一项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台东的大目色甲嘛会使外销国际。今年县政府甲太麻里农会合作，用飞行机载方式，3天内就会使甲现版的色甲送去香港，也是澳门的人客手头。台东县太麻里乡是大目品种色卡的重要产地，种的面积有500多公顷。毋过因为大目色卡较咬软，无像往来色卡会当冷冻保存较久，会当长途运送。毋过即马突破运输的问题，通路上找到港澳的高端人客，愿意出比国内关一倍价小来订一箱1000多块的大目色卡，甲台湾的同款青。其实我们已经试了3年了，那慢慢才上轨道，就是怎么样让客人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可以收到品质最好的市价，这样子。大目色卡即马等待大出，会一直生产到寒天，而第一批先运送800台斤，168箱去香港。通路上强调过，因为是空运青的季节，每礼拜拢会现满直送，3天以内送去客户的手内。目前配合的太麻里地区尤其正式的青龙表示，伫咧疫情过了后，外国的人客更较注重食食的健康，嘛是台湾尤其国际外销的优势。那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健康。那刚好在1月过完年之后，疫情反而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逆势增加，因为大家开始更重视健康。县政府表示，这届无用冷冻的技术，是改换找找高级人客的方式，嘛改变海运用空运的销售管道，成功外销大目色卡。未来其他的季节嘛会当利用这个方式来外销。毋过农会呼吁，农民也是爱甲品质甲生产管理顾好，才会当长期稳定外销。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教育部的调查，目前只有2成学校囡仔在耍在佚佗的场所下新的规定。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讲，政府按算要投入27亿来伫民国111年8月份进前来改善国校啊、甲公立幼儿园的佚佗场所。囡仔伫耍出流浪，耍啊真欢喜。新北市北分国小休热课后，照顾班的囡仔一下课就来这佚佗。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刚开始这边爆多人。对啊，对，因为我们下课才可以溜一次。对。去年10月才验收完成的这座出流浪设施边仔也设有网仔会使爬起去。是这阵学校内底上热门的游戏设施，而且完全符合卫福部106年修订的游戏器材安全规范。那包括它溜滑梯的长度、它缓冲的距离跟它的高度，其实都符合目前的一些规定。那避免学生在那个游戏的时候产生意外。另外，像防护网的设置等等。
白云学校内底的干手甲幼儿园头前的骨腿也真受欢迎。设置时符合当时法规，最近一摆检验也安全。不过套用上新规范，干手前后的距离不足，骨腿无缓冲区，算讲是无合格。根据教育部调查，即阵国小甲幼儿园的游戏场所合格率只有20%。为此，教育部长潘文忠在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宣布，由中央编列27亿经费来改善学校的游戏场所。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园，因为没有得到这一份经费啊，所以可能就有点疑虑啊，就直接就用安全那个黄线啊，就直接把它围起来哦。那我自己到过几个校园，我也觉得对孩子来讲，这是相当不忍的哦。地方教育局1年多来，一直对中央划划编列经费来改善学校游戏场所，即阵总算有经费啊，并且按班级数来补助。以白云国小为例，全校18班补助90万，妇幼60万。校长讲150万无多甲全部的这个器具换新的，会对无合格部分进行改造。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全台湾有150间防疫旅馆，因为即马防疫旅馆的补助金，这经费已经要无够啊，要用到大底啊。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是邓兴坎挂保证，讲绝对会继续补助。伫台北市信义区的这间5星级饭店，是目前配合政府政策的防疫旅馆之一。大客有独立的通道办热房，房间有独立的空调系统。晚到的时阵，工作人员伫咧确认餐点，一个一个送到房间内，互人去用。因为商务客放零，目前防疫旅馆的到房率是继续增加。因为我们现在出房率是90%，那我们全部都是防疫旅客，那里面绝大多数全部都是商务客。那主要是因为有合约压力，他们必须来抵台来履行合约，对，所以现在需求还是很旺盛的。伫咧纾困2.0计划内面，交通部和合法的防疫旅馆业者补助。每一房每一天新台币1000，不过目前补助费已经用完啦。纾困3.0方案如果还未出来，国家各路这么生意真好，团购有真侪防疫旅馆想要渡劫，特色防疫旅馆。我们已经在调整预算，会全力来支持防疫旅馆，可以持续来进行。那我们也在纾困3.0里面也在增编了预算。那原先不足的部分，我们也会调整来优先支持防疫旅馆。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防疫是国家的政策，绝对袂互补助长去。纾困3.0会搁再加码，一定会调配预算来补助家己防疫旅馆的业者。不过详细内容才等到办事行政议会决定，国上立法院通过了才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后疫情时代要拼经济，农委会嘛有推出农游馆，即马效果已经看现啊！因为真侪民众摕农游馆去农会买农产品，亲像西丽农会业绩一时啊就加3成。西丽农会打早起行销人员都无闲伫补货，虽然是平常日，不过来农会行销中心买农特产品的人也是真多。因为最近农委会本的农游馆全部抽出来，有抽到的民众每一个人都有250块的所谓农游馆会当使用。真方便啊，甲消费券同款啊，系啊，安全工来。一定有帮助的，因为你一人买它的产量，如果真销售量多的话，农民它的价格会提高吧。西丽农会表示，农游馆有规定，必须要伫基大地以外的乡镇市来使用。为着要照顾当地的农民，西丽农会嘛开放农游馆会当买米甲豆油。毛民众认为讲，用农游馆来买米上实在，短短几工，农会销售业绩比平常时好3倍。生活上就用得到，对，然后就是享受都已经有了，他就来这边买这样子。我只有这几天，我们等了这2-3天哦，咱的销售额就达10万以上了啦吼，甲不同时来比较，超过3倍咯。西丽农会表示，这几天来使用农游馆的民众嘛有真侪是大人，农会人员会教因安怎使用。目前规划休困日会加派卡手来上班，互拄别个乡镇县市的游客来消费，推广在地米甲豆油，希望讲对农业经济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高中有国校啊的毕业生，这囡仔创作故乡的绘本，小解故乡的养殖业，嘛甲绘本拍做当归底片，要互大家知影，村民是安那靠掠鱼甲养殖业的讨谈。
吃过饭，进城书和其他班员探索起青蛙抓。用一号甲雨衣裤穿好，准备要去阮那掠鱼啊。绘本的口碑那念，故事内底角色嘛那叮当。这是文主国小学生利用家当在地零事物所创作的家乡绘本《波旺旺》。老师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才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要怎么去画那个地方的构图，或是场景的配置。而且我们还会用实际的人物去摆出那个角色的动作，讨论那个绘本里面的那个剧情，然后角色的性格啊、特色啊。然后呢，景点。随网电影调查、讨论内容、画图和做动画真够工，毋但辛苦，阁着爱牺牲放假的时间。毋过参与的学生讲，摕到绘本的时，互因感觉真有成就感。校长也表示，一旦互囡仔机会，其实因就会尽力做甲上好。用资讯课所学的程式设计，制作2D 动画，让绘本里的物件跟角色鲜活了起来。我相信给孩子机会，赋予任务，他们可以学得更好。这阵今年小热就要毕业的学生，结合学校的课程，实际伫乡里行打，了解村民安怎靠渔业和用渔业讨赚，以走出家乡的方式来画绘本。希望透过这寡精彩的地方故事，使人来遮佚佗，顺续熟悉在地产业和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唔知乡亲敢有看过樱桃丸仔讲台语？台语版的樱桃丸仔即马伫教育部的网站就会当看到，即马互台语配音的工课，即个势头加出真侪出路，而且互看到。大家起来哦！侪侪人拢捌的樱桃小丸子，开嘴讲的拢是台语，配台语版丸仔的人就是伊。今年39岁的桂雅美。讲话那亲像甘一粒卤卵，一听就知影是丸仔本人。桂雅美也说出配丸仔上恶做的所在。臭奶呆嘛是爱臭奶呆，甲互人听有。有当时落到一半，领班会讲：叶妹，你想过臭奶呆啊？咱来较清楚一寡寡。桂雅美原本是伫咧松山机场听电话服务人客，伊挂发现家己的声音和唐老鸭有成，怎开始研究家己的声哨，改读做台语配音员，一做就是13年。现在亲像是我饲的人公鸟。迄个影响背面拢记倒伫咧眠床，迷人阁有淡薄仔喜人的声哨，这站台语口碑也是桂雅美的作品。利用这个表演的过程，你去学到无共的人生，去体验到无共的人生。我是感觉讲，趣味的所在是伫遮。戏剧的部分，咱就是一般较通俗的音。阮若录到这较教育的方面的，阮较注重伫这个发音的部分。一步一年会。听起来真有少年气，这个用台语配音的人是对华语来兼业做台语配音的少年辈，今年30岁的莫宣明。华语就是你一定要去标准的，啊，毋过台语就是听互人听有就好。我感觉安尼较亲切，旁白迄种的。口碑。嘿，口碑就是爱介绍较专业的物件，我感觉迄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台语配音界正欠少年人，莫宣明拄好有台语的基础，怎对前辈的脚步，未来也希望会当搁再提升台语文能力。即马我希望我家己当较有系统来学即个语言，就敢若学英文共款，甲台语安尼学起来。咱莫讲台语一定要外练当才会当接即个工课，问题是你爱讲了，至少是生活对话，袂讲伤过需要人连遮拢爱去甲你调。用声音表达台语的各种声情，台语配音员桂雅美和莫宣明要继续行，互人听到角色内底感情的大变化。记者阿敏金丹保罗台北报道。世界正新鲜，咱来看疫情时代，什么交通工具上解穿？除了脚踏车以外，即马会使再出去佚佗旅行，嘛当兼顾防疫的露营车嘛正时行。几班露营车，大家坐伫树骹啉啤酒开讲。这是西班牙东华都市瓦伦西亚一个露营区。经过疫情了后，未少人拢想要度假休喘，毋过坐飞机出国旅游，住旅馆有风险。坐露营车欣赏本国美景，正做真侪人的新的选择。即对红埔拍算坐露营车出佚佗，归去在咧警车的时阵，研究景点的路线图。Antes íbamos con coche y hacíamos todo autovías. Y ahora con la caravana nos hemos planteado otro circuito como más idílico.
más bonito, más de la costa, más de 2 días más, además。西班牙录影车租车业者表示，虽然欧盟边界6月15已经重新开放，不过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拢无人租车下国旅游。即马就算慢慢解封，大部分的人已经无亲像过去安尼欧洲行透透，大部分选择留地过来佚佗。Así como va a aumentar lo que os comentaba del tema de las vacaciones en la península. Parece que se nos había olvidado que nuestra España es una España tan bonita. 除了租车有人归期买落，统计显示，今年5月，德国到1万多台新过户的露营车注册登记，比去年同期增加3成之。西班牙6月份买露营车也升悬2成。En Europe, l'évolution du marché, on sent quand même une évolution vers un public plus jeune, un public plus sportif. Globalement, tous les pays fonctionnent en Europe. On sent quand même de plus en plus les pays de l'Est arriver avec une demande de camping-car aussi. 因为疫情，露营车正做兼顾防疫甲旅游上赞的商品，已经伫欧美流行。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因为疫情改变了生活，来看咱来去法国的巴黎塞纳河，即马伫河边有电影院哦，民众会当坐船哪游河哪看电影，因为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坐船啊，欣赏塞纳河的风景，也能看一场免钱电影。这是巴黎一年一摆的塞纳河变身营造海报的系列活动之一。当地民众伫疫情慢慢解封之际，总算能放松一下，这一点啊无共款的休闲娱乐，是真欢喜。Super excited! It's a really unique opportunity.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Paris, so super excited. Alors moi, ça sera m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voir un film sur l'eau, donc j'ai hâte. En plus, il fait super beau et je trouve que c'est sympa comme expérience. 为避免群聚欣赏电影，每一只船啊规定上济才能坐，大家拢互相熟悉6个人。无坐船的人，仍选择伫对岸宿舍椅啊坐落来，到底欣赏法国的戏剧电影。Parce que j'aime beaucoup les cinémas en plein air. Ça marque l'été, le début de l'été. 主办单位希望6礼拜巴黎沙堡活动期间，应举办几摆同款的放送会。目前巴黎电影院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不过最近确诊的案例各有相关的出现，民众入去电影院的意愿真低。除了水上电影以外，也提供减速、大型倒顶脚球甲健身器材者运动机会。不过因为疫情关系，部分活动会受到限制。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来看加拿大的科学家的新的研究，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北极海面上的冰面积即马愈来愈小地，即马嘛去影响到北极熊掠海拔机会。上歹的状况是可能伫80年内，北极熊就会绝种。Under this scenario, it is extremely likely that we are going to lose almost every polar bear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one in the very high Arctic, as far north as you go, before the end of the century. 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迁》20发表文章指出，若是气候变迁的速度，按科学家假设温室气体排放了真济，上海暖化推估情景，到2100年，地球的平均温度会降悬4度的情形之下，全世界26000只北极熊，恐惊伫咧80年内就会灭绝，上紧2040年的时阵，就会出现番式衰退的情形。They're so clearly connected to the sea ice, which in turn is so clearly connected to what kind of temperatures we're having on this planet.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re going to be seen on polar bears first, or among the first. But 为了了解北极熊的身体，为加拿大来的研究团队模拟无共体型的北极熊能量的使用量，算出熊仔囝甲大只的北极熊从活率下降进程，会当冻腰冻几工，这甲预测冰洋期的时间来比，确定无共地区北极熊的数量所受到的影响。There's absolutely a sense of urgency. We need to deal with this. And, frankly, had we dealt with the problem earlier, it wouldn't be so difficult to deal with it now. But we still have a chance. 北极熊上南边生活的所在已经出现数量减少的情形。除了美国阿拉斯加州、哈德逊湾西边的北极熊数量，为1987年以来嘛已经减3成。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较稳定，而且真烧热。过昼了后，伫中南部、外近山区的也佮有平地，甲各地山区会有西北风，嘛爱细日向上大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即马外口的天气比消暑搁较热，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大暑。大暑汉字写作大暑，罗马字写作多爱大，暑有暑。大第7条，暑第2条。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热的三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新历的7月22到24这几天。这时天气热，气候湿无风，日时烘甲烧滚滚，暗时翕甲困袂去。因为天气热，人会懒懒闲闲，无想要振动。不过，大家千万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讲，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也是讲大暑若热无透，修行就会无够。就是讲即阵爱热的时阵无热，未来的天气变化就会较大，凡说有天灾影响修行。大暑的前后，就是个菜色有笋啊，甲蚵仔。人讲7笋8蚵，就是咧讲7月的笋啊，8月的蚵仔，这两种潮时的菜。现在我上爱食的就是冰的凉笋，爱记记，买笋啊爱经笋尖是黄的迄款，那笋尖开始反青反绿，迄种笋啊就会苦，唔通食。另外一味嘛是现在我真爱食的。就是趁蚵仔大出的时，甲排骨做伙翕甲软的排骨蚵仔。人讲大暑食旺来，大暑的旺来袂酸较甜，爱食旺来的人就爱趁金嘛哦。来啾啾啊啾啾啾，互你要食这个哦啾啾啾啾。大暑前后嘛是台湾传统音乐戏剧界的重要神明，颠倒元帅甲西晋元帅生日。无论是歌戏、布袋戏的戏班，也是演奏南管、北管的乐队，拢是服侍这两位神明。六大暑三伏天，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7笋8蚵，大暑食旺来。伫这个时节。大家爱记哩，不时啉寡茶，安尼才袂着沙。
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